最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这是解说甲正文第54页，也是解说甲正文第5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3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3节，就是解说甲四位阿德禅师。即摆呢，就是要刷落解说下面。下面就是思见诸宗难闻，含起恶心，道执造下，泯疑为怨，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以自性；无义之性，是名实性。以实性上建立一切教文，言下辨识自见，诸人文说，总该作例，称是为师。这呢，就是属于这段的总结。师就是在指六祖慧能大师，见诸宗难闻，含其恶心。见诸宗难闻，含其恶心呢，就是讲慧能大师看到当其时，伊只个诸宗，那就是讲其他的只宗派。那其他的宗派的难闻呢，拢是起这个恶心，就是讲因呢来问这个道理根本呢内心呢。无存着一个善心啦，我才讲做诸宗难闻，含其恶心。从这个文字上呢，就可以了解，在唐朝迄当时阵的佛教，果然是非常的深，确实有文化之见。所以对于佛教宗派意义，在这个所在，我应该呢来向各位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当其时所讲的佛法呢，是属于随机散说。当其时所讲佛法呢，名叫做讲做一味的佛法。那既然名叫做讲做一味的佛法呢，就是讲是无有分别，什么或者是大乘啦，什么是小乘啦，什么是顿教啦，什么是渐教。根本呢就无这款的分辨。不过呢，伫咧听佛法的人呢，个人的根基不同，个人的领受不同，所以就变成有小乘、有大乘、有顿渐等等的问题产生。也佛教呢传到咱中国来，起初呢就是将经典来甲翻译。全来个流通，所以佛教传来咱中国，从汉朝起到西晋迄个时阵，就是汉朝、三国、西晋。在这段时间呢，名叫做佛教传译的时阵，就是佛教传来该翻译的时阵，从东晋起甲南北朝。这是佛法的研究的时期，就是讲，迄当时阵经典传来已经相当济，要甲研究已经有真正侪经典和研究，而且当其时对外国来翻译经典的这法师啦，在翻译经典以外时间呢，也讲解佛法，就参像东晋在北方的罗什法师呢。伊一方面翻译，一方面讲解佛法，来教当其时在出家人。亲近伊在研究佛法的出家人呢，差不多有3000个。所以在东晋南北朝迄时阵，
研究佛法真兴盛，也到这个隋朝起，唐朝这个时阵，可以讲就是佛学的研究已经有一个结果了，就成立了这个各种的宗派。这个宗派啊，进前有一个学派，就是讲在宗派以前有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意思就是讲研究多一种的经典，那么伊就是叫做什么学派？像讲研究涅槃经，名叫做涅槃宗；也研究十地经论，名叫做十地宗。事实上，因所讲的宗呢，应该是一种学派。自这个学派以后呢，就变成宗派。因为学派呢，只是在学问上的研究，就等于咱现在是世间的学问，这个学说嘛是有个人的不同的学派共款啦。那这学派就是讲个人的主张。不过在当中呢，却不是个人的主张，乃是伊呢依据多一部经典去研究，名叫做迄个宗，也就是迄个学派。但学派是只有停在理论。咱佛教除非理论以外，搁在实践修行所以以后呢，就将这个学派转为宗派，也将这个学派转为宗派开宗的祖师呢，也个人依据个人所研究的经论呢，来立这个宗派。这个立宗派呢，有伊的特色，就是讲第一，爱将经典内底呢，组织伊的一套的迄个特殊的教理出来。过来个就是讲，在这个经典内底呢，也爱设立一个自己的修行的方法出来，那就变成一种的宗派咯。这个宗派佛教本来呢，就是讲要使伊的门徒会当来深入，所以呢，就是真正严格强调呢，看你到底是什么宗，你都要好好依照你所学习的宗派来去学习。比如讲，你禅宗的人好好来去参禅，净土宗的人好好来去念佛，甚至呢，在迄个时阵在这个禅宗的道场，教你讲你袂使念佛。你若是在禅堂念佛呢，你都要去洗禅堂洗3工。为什么呢？你因为念佛将这个禅堂给挖垃圾，所以要洗禅堂。那这款的做法呢，事实上就是要伊的学人呢，会当专心一意在禅宗这个所在。叫伊讲，若是念一句佛要洗禅堂洗3工，这应该祖师大德设立这个规矩并不是讲叫做念佛唔好，并不是讲白天念佛，并不是讲袂使念佛。但呢，一寡这学人无了解，伊讲那呢，禅宗就是袂使咧念佛，禅宗就是咧拜帖净土宗啦。所以就变成有这个文化之见产生出来。像伫遮所讲的见诸宗难闻含去恶心呢，就是因为过去祖师所设立的规矩，也伊遮的文徒无体会、无深入了解，所以结果呢，一宗一派其中变成有这个文化之见。变成禅宗是禅宗，净土宗是净土宗，律宗是律宗，密宗是密宗。对修行的禅净律密也产生了文化之见。对教理的研究，譬如讲天台华严唯识三论等等，结果呢，又是佮甲这个修行派方面呢，又佮再发生了摩擦。所以在迄个时阵呢，变成讲这个文化之见真正严重，真正严重产生这个文化之见。这事实上并不是过去开创宗派的这祖师的本意。开创宗派的祖师只是讲你唔通心分散，你若念佛好好念佛，参禅好好参禅，唔通讲你要念佛，你又要参禅。只是叫伊讲，以顺一不杂的心向前进步，就是所谓精进而已。但是以后的人呢，无了解这个道理以为讲互相拜帖，也结果呢变成一个文化之间走出来。所以到了做慧能大师迄个时阵因为所有这个宗派拢成立
呀，这个宗派真济呢，结果呢，在下面的温度之间呢，就产生了真正济文化之间出来。因为祖师呢，看到祖宗难文含起恶心呢，就多集做下。这个多集做下，就是讲伊呢，就拢集着伊的遮个做下的弟子闽语为乐。这个闽语话，就是讲对因遮个人呢，来生起一种的这个怜悯心，也生起一种的这个怜悯心呢，就甲因讲开始。不过呢，在这个所在讲做多集做下讲集伊的这个文下，还佫另外一种解说，咱必须了解。这个多集做下者，就是讲一寡其他的宗派人，也来六祖慧能大师遮来甲伊问难，就是讲来甲问伊禅宗的道理。因为禅宗这是不入文字教学别传，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所解说一寡道理在外表上来看起来，好亲像甲经典所讲的相违背。伊所解说的常甲无常这就是一个真正明显的例。在六祖大师所讲的常甲无常，所甲涅槃经所讲的常无常相反，因此一定有真正一人来反对。但是呢，遮个人确实拢呢都是在这个六祖的所在。所以这个多集文，这个做下呢，也就是讲因遮个其他的宗派各种不同的意见的人对六祖慧能大师毋是抱着一个善意。乃是抱着一种的这个恶意的人也集在六祖文下的所在。那就在六祖文下呢，六祖慧能大师呢，代之代笔就怜悯伊。怜悯伊讲这人实在是无了解佛法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究竟就是一个高僧，一个圣僧啦。假如若毋是一个高僧，毋是一个圣僧，看过因遮个人。因另外有一种的这个成见，也哪里可能讲，当你唔敢出去，你唔当踮这个所在，你意见较袂合，可能是安尼。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唔是，六祖慧能大师呢，佮自因遮人甲伊集在这个座下，也好好咧来甲因讲开始，讲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度。讲凡是要修学佛道的人。这个学道就是在指修学佛道。讲凡是要修学佛道的人所有的善念以及恶念呢，应当尽度。应当尽度就是讲应该呢，拢来甲伊除掉。就是讲在这个内心袂使咧有一个恶念。内心袂一个毋通有一个恶念，是毋是就存着一个善念呢？无论是善念也好，无论是恶念也好，这拢是一种对立之法。这呢，拢是一种的分别妄心。所以内心呢，不但袂使咧有这个恶念，连这个善念也袂使咧存。在高祖为师安尼伫咧讲咱人呢，想到讲死去，也一无所有，安尼呢，万念自然呢就解脱。不过安尼确实不如讲会当好了悟咱的自性上是一无所有。咱来当好了悟咱的自性是空无一物啦。所有的这妄念自然呢就甲咱无关系，就别甲咱牵累着啦。即伫遮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就是讲凡是要修学佛道的人，在内心所有的恶念、所有的善念，应该呢拢总来甲去掉。安尼，佫就讲做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一边讲无明可明，明于自性。这个无明可明，明于自性，就是讲无一个名可以来甲伊号。无一个名可以来甲伊叫，这呢名呢，叫做讲做自性。老子安尼讲，
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讲这个道呢，那是可以讲的。面顶迄个道就是道理啦，下面迄个道呢，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讲这个道理啊，那是可以讲的呢，这啊，唔是一种的常道。这个常就是永远的意思。可以讲的这个道理啊，唔是一种永远的真理。安尼叫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甲恁讲，若是有一项物件，你会使咧甲伊号一个名，也那呢？这啊，也毋是啊，永远的一个名。当然咯，咱世间的所有的物件呢，这个名称啊，拢会变。尤其是呢，随着一个地方，也迄个语言就不同。凡是呢，随着迄个时代，迄个物件的名称呢，也会变去啦。那这呢，拢就是名可名非常名。因此呢，爱教甲这个无名可名。所以爱了解讲，虽然立一个真如的名，也这个名呢，实在是无名。啊，这个无名的名呢，名叫做假名，就是讲假啊，假造一个名来解叫做真如。无名可名呢，名以自性。因为无一个名呢，可以来解好，所以啊，就勉勉强强呢，改名叫做自性。讲无义之性啊，是名是性。无义之性就是讲无有两个，无有两个的这个对立，无有两个的这个对态之性啊，这呢，这名叫做实性啦。这个无义之性，伊的文呢是在《涅槃经》，啊，就是讲自性啊，本来呢无义。啊，就是讲本来无差别，会当好到达这个境界。当然呢，你的恶心的知识也未执着在善心的所在，到达迄个所在，也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善念恶念啊，完全拢就是除掉了。也这个无义之性呢，名叫做实性。这个实性就是讲真实性。讲到家的所在呢，正是一个真实之性。这个实性呢，有一名也叫做实相。在正道过的注解啊，讲这个实相就是一切众生本有灵觉之心啊。这个实相就是咱所有的众生啊，本来所有的灵觉的心。这个心呢，自从无量劫以来，到今仔日，本来啊就是清净，本来就是圆满，本来就是具足，本来就是灵妙啊。也敢若像这个太虚空同款，哦，伊的空化敢像太虚空，伊的光呢，敢若像这个明月。那么这个实性，三世诸佛啦，同体无异。就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也就是只有这个实性之体。一边讲以实性上建立一切教文，言下便是主见。讲就在这个实性的上面啊，来建立了一切教文，确实呢。在这个言下呢，就爱自己会当来见到这个道理。这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讲，咱一个学佛修行的人，必须把对立的观念、把善恶的观念，完全来给去掉。因为真理的本身，这呢无一个形象，也无一个名。无一个形体，毋是咱目睭看会到的，毋是咱手摸会到的，也毋是咱心肝可以来甲分别的物件。
即款的无机之性呢，正是属于真实之性。那这个实，就是甲虚的一种对立的名词。啥物叫做讲做实呢？这个实就是讲过去是安尼，现在是安尼，未来是安尼。过去、现在、未来无生灭、无变异，这是用时间来讲这个实的条件。对于这个空间讲这个实名叫做讲做实体者，就是讲伊咧毋免加少别项的条件呢，伊自己单独会当好成立伫伊本身的这个个体，这名叫做讲做实体。那真理这个物件呢，用这个空间讲起来，乃是充遍在整个一切空间呢。就是只有这个真理的本体，这个真理的本体呢，无需要依赖其他的这物质来甲组成，才当成立。乃是伊本身就是这个真理。那这个真理用这个空间讲起来，乃是遍在一切处。安尼这名叫做讲做实性，这才是真的啦。伊这所对立的咱世间法，拢都是虚妄的。拢是假，所以你看咱世间无论倒一项物件，你目睭看会到的，你耳孔听会到的，凡是色声香味触的这个五尘的境界，用时间讲起来，乃是性别变化；用这个空间讲起来呢，伊所占的有一个限度的空间。而且呢，对伊的体质讲起来，并毋是讲呢无需要别项物件来甲伊帮助成立，必须呢有别项的真正这因缘条件来甲伊帮助成立。所以这款的物件呢，完全都是一种的虚假不实。这个实性讲来讲去就是真理啦。那这个真理伊的本体是空的，确实呢，在这个实性上来建立了一切教文。咱讲做在这个实性上来建立一切教文呢，这就是讲，在这个毕竟空迄个所在才会当来建立了一切诸法。那在这个毕竟空所在建立一切诸法，我伫这个所在摕一个譬如来说明。譬如讲一个土地，面顶已经有起厝伫遐，这都是有咯，毋是空空啦。既然起厝起杂，那迄个所在你无法度，搁再甲伊起一块厝，必须呢，迄是一个空地，在空地所在，你才有法度来搁再起一间厝起来。所以呢，要佛法讲起来，就是讲，在迄个空的真理的所在才有法度来建立了一切诸法。一切诸法呢，是将这个空的这个真理的所在去建立的。也伫遮所讲的这个以实性上来建立了一切教文啦。搁再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讲咱所有一切的这个研究可以讲就是一切的佛法，一切的修行的法门，拢呢应该将这个实性上来建立将这个实性上所建立的教文呢，这正是符合着真理的教文。假如讲你所建立的这个教文，毋是将这个实性上所建立的，安尼你所建立的这个教文呢，就袂当好甲这个实性相符合。安尼你要修行呢，可能以后你本身袂当回来了悟真性，因为是在实性上来建立一切教文，所以呢，言下辨识之见。这个言下辨识之见的意思，就是讲你在所讲的迄句话的下面，这个言下就是讲当下啦，就在人所甲你开始所讲的迄句话迄个所在，就必须你自己会当回来见到，就是讲在迄个所在呢，你自己会当回来了悟真理。这个言下辨识之见，正就是禅宗顿教的法门。这呢，在前面我甲咱讲过，譬如
就是讲咱世间人为较聪明的，伊要学学问啦，或者是讲要学功夫啦，要学技术啦，人甲伊讲咧，哇，伊就随时知啦。这就是等于遮所讲的这个言下咧，就自见的意思。也可能讲，若是一个较无巧的人咧，你甲讲一大堆，哇，愈听咧愈灰煞煞，根本听无半句。咱伫咧学问嘛是共款啦。可能讲你这个根基若是真赖，甲你讲咧，甲你点咧，那你随时咧就会当体会迄句道理来。那安尼算讲，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真正上根利的人。伊若是一个下根地的人啊，今仔日讲，明仔再讲，也至今在要讲几百遍，讲来讲去呢，根本啊，伊都无法度了解。一边主人文学总该作咧称师为师啦。主人文学就是讲，所有这个人呢，来听着六祖慧能大师甲讲这话呢，总该作咧。因这人拢总来向六祖慧能大师来顶礼。请师为师，请师为师就是讲，因咧请求啊，要来亲近这个师当作亲近，就是讲请求要来亲近六祖慧能大师来作为的师父。所以伫遮所讲这含去恶心道一文下，若是讲配合后面的文啊，就是讲其他的这宗派的人，也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所在来，甲质问一寡道理啊。事实上，因本来呢，就是起一种的这个恶念，就是讲一种对立的这个观念啊，来去甲伊质问佛法。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安尼甲因开示，经过六祖慧能大师甲开示了后，因每一个人呢，心里已经降服啦，所以个个向六祖慧能大师顶礼，就亲近六祖慧能大师以六祖慧能大师作为的师父来指导学习佛法。就咱讲到这呢，已经就是将第八品讲了。最近先听讲，咱今日节目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